現實咧本來就有啲似荒誕劇，正當大家啱啱喺鏡頭面前分享咗一場世紀皇室婚禮帶嚟嘅喜悅，轉個頭咧就要面對一場精心策劃嘅總統復仇記，愛恨交纏咧往往係唔少人嘅人生寫照。威廉王子嘅婚禮咧就好似一場大型嘅嘉年華會，令到英國甚至全世界唔同地區嘅人咧都可以一齊分享婚姻家庭帶嚟嘅歡樂。嗱，雖然現實上面咧大家都知道咧婚姻生活咧並非好似童話小説所描述咁浪漫嘅。兩個人嘅相處咧需要唔少嘅忍耐、包容，甚至係寬恕。而威廉父母童話式婚姻嘅破滅咧，亦都令人感到好唏噓。但幸福嘅婚姻同埋愛情咧，仍然係唔少人心底裏邊一個重要嘅渴望。家庭咧，仍然係唔少人咧遮風擋雨嘅最後堡壘。越嚟越多嘅離婚、不婚嘅個案，雖然會打擊大家對婚姻嘅信心，但從另一個角度睇，只好提醒我哋追求幸福咧係需要付出代價㗎。幸福嘅婚姻係需要刻意去栽培、小心去灌溉嘅。同威廉嘅大婚一樣，拉登被射殺，同樣有好多人上街慶祝。對唔少美國人嚟講咧，總算係報咗911嘅仇。可惜嘅就係，雖然報咗仇，但係就唔能夠令死去嘅摯愛親朋咧復活。更加令人擔心嘅咧就係唔知道冤冤相報何時了。911嘅恐怖襲擊，濫殺無辜，當然令到全世界憤怒。但係殺死咗拉登、薩達姆亦都唔見得咧可以終止所有嘅恐怖活動，反而可能係令到恐怖活動咧化整為零，更加難防範，亦都缺乏咗一個咧可以話事嘅和談對手。和解從來都唔係容易嘅事嚟㗎，但係總係要有人願意咧多走一步，就好似以巴嘅和談、北愛嘅和解、南非嘅復和一樣。真正嘅和平咧，從來都唔能夠靠報復咧嚟到達到㗎。我哋需要嘅咧係更多願意以對話溝通、尊重去化解分歧嘅領袖。香港社會嘅矛盾總未至於好似美國同拉登咁深嘅衝突，唔應該係解決矛盾嘅唯一選擇。有調查指咧，20%本港嘅年輕人咧係冇夢想嘅，比澳門、台灣同埋國內嘅情況咧都要差。內地同香港同埋澳門嘅青少年咧嘅夢想主要係同職業有關，台灣青少年嘅夢想咧多數係去闖天下。到世界各處咧嚟到遊歷，而低學歷同埋欠缺經濟基礎咧，係唔少香港青年認為難以達成夢想嘅主要原因。香港青年嘅心態咧，其實就係香港功利主義主導嘅最佳寫照。而仲係呢種嘅心態咧，家長同埋社會風氣咧，有無可推諉嘅責任。香港青年嘅所謂夢想就係一份好嘅職業，而好嘅職業衡量嘅標準咧，往往又係同薪酬掛鈎㗎。最好當然係有100萬年薪啦。我哋缺乏嘅咧就係一啲滿懷理想、願意做一啲人工雖然低，但係好有意義，可以服侍其他人，甚至係影響社會嘅工作。譬如話志願機構嘅同工啦、傳道啦、記者啦，或者議員助理等等。而最反對佢哋追求夢想嘅咧，往往咧就係佢哋父母。另一方面咧，香港嘅青年嘅眼光咧都比較短淺㗎，一畢業咧就想投身大機構，甚至係盤算咧點樣去賺第一桶嘅金、買樓置業，好少都願意到世界各地咧去闖一闖。或者接觸一啲咧自己過往比較少接觸嘅領域嗰種嘅好奇同埋勇氣。太早太現實嘅人咧係好難有夢想㗎，而冇夢想嘅人生咧其實係好可憐㗎。衣食住行咧係人嘅最基本需要，有夢想咧唔代表咧脫離現實，而係考慮喺我哋生命當中將咩事咧放喺最優先嘅地位。